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近日宣布，国内总共新增加5例境外境内个案，其中有43人都是政府公主号人口，加了规证人有73人对3月初5对智利送传过后，下后一阵上空加出疫情一次无办法上岸。新媒体4月11日转来台湾的时节，有53人出现相关症头，也还有43人不诊的，其他人还在继续追踪当中。左边有家长反映，家生人的认证量多，水风湿的 JMA 唔敢带去上课。近日疫情指挥中心参加会议官员都带领水风湿的 JMA 来表示支持。指挥官陈时中强调 ，JMA 是无恐慌，无论谁来也，也是什么嘢都带的，同性平教育作为亲好的示范。武汉肺炎在全世界射开来，也国内有民众经要求为控制采检，对亚指挥中心评估讲，也下无必要。台体公卫后院美讲。台湾也係感染包含率竟然比其他國家還要高得多。面對疫情，民眾唔敢開態，苗栗市公所同新竹縣政府都安排資源進行分期判工。呢段唔係發生群聚感染，新竹縣政府未規定，期判工民眾除了用實名制來登記，未做得啲貼天嘅企業來處理驗付。美國累計確診人數已經超過55萬人，有2萬2千人死亡，也已經有58組進入緊急狀態，未喺歷史上頭100。所以疫情咁嚴重，川普政府還係表示講，按照5月初1為基礎居家隔離，本民眾轉去上班。